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经济惨甲输互东南亚变马卡，是天灾，是人祸，或者是必然，或者是30年风水教轮小哮喘，也阁有台湾人西进到打变做虾米款？尤其今年疫情清零惨，但是为什么两岸经济关系也是暗？这个镜头全世界拢同款，敢是去中国找死，在台湾就等死？今仔日咱来谈看。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對着東莞轉來的台商廖金忠，廖大哥。大家好，你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是咱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的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咱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鄭正炳。主持人好，大家好。咱三位來到現場，有一位現身說法來講到伊在大陸做生意什麼款，但是咱即馬現主時先來看，大陸即馬現主時經濟是安怎呢？尤其講到在大陸普通人4人差不多通好買一棟厝而已，但是呢，你欠長內都差不多10幾棟，真濟人呢會去買呢二手的厝，會比呢換厝都更較俗。不過呢，在中國，煞定來發生講叫做爛尾樓的代誌，但即馬在全中國發生了真濟即馬的這個情形，到底來看覓。細市雲林人掛着大包細包的物件，黑暗中爬樓梯上樓。這棟位於廣西桂林，外表看起來真有氣勢的34樓建築，是真正爛尾樓，內底無水無電無瓦斯，厝內空無物件。我沒辦法，太熱了，我就在這個地方打個地鋪睡。這間2房大約21平的厝是55歲住佇河北的細市雲林人，2019年初買予後生結婚用的。當初建商拍出有水環景觀、空氣品質真好的口號，吸引真濟人小爭買這個有收建案。想要到2020年中就出問題，建商的母公司互法院指控違法募集資金3.4億人民幣的資金互沒收，有收厝被迫停工，消息傳來，互人攏講起。好像從天上一下掉地下去了，就那種感覺。感覺這個家裡所有的心血都投在這房子上了。本來吧，兒子都那麼大了，俺給他買個房，他有個手藝，到這個地方，哎，能自己自行這個創業。沒想到房子爛尾了。細市雲林人接觸到家庭的諒解，被標一個人搬佇爛尾樓，受害唔係一人，其他大約有20戶的厝主也住佇互人新厝的新厝，因客人呢佇建築外的水道頭接水，臨時設置2間臨時便所，過着像貧民窟同款的生活。你老百姓一輩子買套房，到現在這麼不容易，都是種地的老百姓。在中國像安尼的爛尾樓，全國各省攏有300多棟，買無有經停工的有收厝厝主家己計較房貸的封條，和爛尾樓的問題更加嚴重。就是說這個問題啊，首先它會影響到一些房屋的交易啊，影響到大家對政府的一些公信力啊，對吧？也可能會使得開發商的債務問題越來越大。所以說這個問題呢，它其實從這個經濟層面啊、企業層面啊、社會這個層面、預期層面啊，都會產生一些不太好的這個內容。雖然北京當局已經推出緩繳房貸加融資紓困計劃出面解決問題，也不過速度慢、成效無好。同時有報道指出，中國房地產強迫崩盤，等引起一連串的效應，包括材料、家電、承包商、加銀行等下游產業攏受到衝擊。加上因為疫情因素真正豐盛，影響經濟活動。外界煩惱中國恐驚會陷入長期的經濟衰退。公司新聞站回應朋友，咱要甲觀眾朋友先來講咱今日節目的情形先來看整個中國，即馬目前的經濟情形，你來看，這爛尾樓啊、爛尾樓真濟，發生了真濟經濟情形。尤其今年因來看，因的經濟預測變做本來設定是5.5，6月修正是4.3，9月份佫下修到2.8。中國嘅經濟看起來，對2012年開始，
一路，尤其是拄到即个武汉肺炎到呾为止。咱对这开始讲起，就是因为咱现场有一位来宾对着中国，嘛是叫做润回来啦吼，即摆叫做润啦吼，润二月的润。那么请吼廖先生来讲起，你是当时入去大陆。大家好吼，是安尼啦吼，我1995年去大陆的啦吼。大商这2字啦吼，伊是一个要怎讲？中国话叫舅舅不疼，姥姥不爱。迄阵时嘛，甲即阵时甲即阵时拢甲即阵时，嘿是。安尼讲，中国人认为大商是来拍摄因的，剥削他们。台湾人认为大商是来掏空台湾，但是大商是一个真无奈的族群，因为咱台湾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嘛，是不是？所以咱的产业，传统产业三级加工，其实咱台湾已经足歹做的。咱的竞争对手只要有一个人去大陆设厂，迄个时阵台湾一个工人的薪水，大陆能请50个，租金足俗。所以你的竞争对手去大陆，了解你的意思是讲，你报价迄阵是都报袂赢人。只要你的对手是大陆，你要报会赢伊啦。我问你啊，伊的人工成本是你1/50啦。所以说，是这个情形下，你的竞争对手去大陆了，你只有2条路通行。第一，我对去大陆；第二，我小学卖做。27年前啦，我才30几岁啦，迄个时阵我伫台湾有赚到钱，但是呢。咱本队咧做啥？互观众朋友知。我本队是做布的，做鞋材、卖鞋厂的迄个运动鞋的布。所以呢，迄个时阵我人客拢去大陆啊，我必须选择上，我就歹做，无就去大陆。但是去大陆的时阵呢，因为布这个物件咧轻工业啦吼，大陆比你较俗啦，你去大陆无才做。所以迄阵我是招3个朋友，一个做皮啊，一个做大底，我做布3个朋友，大家斗阵去，落开工厂，落开鞋厂。其实阮拢毋捌个啊，拢毋捌，毋捌个啊，佫必须去开个鞋厂。你讲这是偌无奈的代志，所以莫甲这个大商看在讲哦，我就是来掏空台湾的，我就是去剥削大陆的，毋是，拢是无路通行的一个选择啦。所以咱头仔一开始咱就讲吼，去中国是其实找死，在台湾是等死，是毋是这个？当时大家都拢有这种说法啦，是讲。所以这句话毋是即摆才出来。毋是，当时就阮就安尼讲啊。因为中国敢若是无共款的体制啦，共产体制，咱足清楚的，迄是足集权的啦。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你要去接受迄种集权的统治，其实咱袂习惯。虽然讲迄个时阵大商是一个足特别的族群啦，吼，的族群足特，因的官员嘛毋敢对咱台湾人安怎啦？伊对咱是足客气，咱讲实在，早期啦吼。而且因为咱是做工厂的人嘛，咱是来料加工。3来1补，所以我们只有外销权，咱并无内销权咯。所以中国的整个的社会成长，咱大商并无占着便宜哦，因为咱无资格做内销，咱敢若外销权，所以咱是用外销这物件把中国整个的社会带动起来了，结果这个果实哦，咱食袂到。台湾人食袂到，第二你有去卖工厂，我了解。卖厝。咱小甲你的故事停喺遮吼，你已经讲到3个重点。第一，去中国是找死，去中国是找死，在台湾是等死。第二个，唔通甲大商看做是掏空台湾的这个万恶的罪魁。其实恁伫大陆其实嘛无趁到啥物内销的好处。因为咱无内销权。咱无内销权。吼。这我要请2位吼学者吼老师蔡老师，你甲分析迄阵时大商伊这个情景，伊报价就报袂赢人，这是啥物情形？这报价报袂赢人上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当初是拄啊开放的时阵，迄阵的劳工是非常的俗，所以伫迄个劳工的成本遐低情形下，才会需要劳工吼，遮尔密集的遮个工业吼。因会感受会较愈深吼。你若讲你若是重工业，吼你可能受到即个劳工的成本的影响，可能较低一些。但是你是轻工业，所以即个劳工的成本一降低起来，其实你着无法度去参加中国这个厂商来竞争。到一个重点就是讲，
其实毋是讲遮一般咱遮民间遮中小企业也好，还较小遮企业咧做鞋啊、做衫的遮企业，会拄着中国的成本真低，咧甲你下价销，互你下袂赢伊，吼到尾啊，你着一定爱逼迫，可能爱过中国市场。其实咱台湾吼，包含着即个鸿海，包含着即个伟创，吼啊到即个和硕，吼遮个企业，其实因过去咧生产遮个啊做 notebook 的遮个厂商。因过中国第一间过的时阵，伊感觉伊会当享受到真好的利润，因为伊的成本降低足侪。但是当第二间过的时阵，第三间过的时阵，因为你人若过了，伊的成本拢参你相共啊，所以咱的台商变成讲去中国家己淡仔下价销，下价销下了以外，其实吼，虽然拄则廖先讲，伫台湾凡事是等死，伫遐是找死。但是你过迄个中国以后吼，其实足侪厂商嘛根本无法度享受到因遐讲劳工真正较便宜的遮好处。重点就是讲，咱的厂商过家己咧下价销，所以其实你要讲谈台湾单死，其实我感觉单死是比去找死较好。找死是直接弄落，但是你会该用时间换空间，我感觉这是足大的无共。其实咱足侪观众朋友会当对着真侪厂商过去遮的作务吼，你。倒转来甲想吼，你若卖迄第一个时间就冲过，你卖甲你好无简单赚到一寡资本，会当甲怎啊弄伫中国落，凡是你遮个资本，你放伫台湾，你才有一寡会当继续经营的这个机会。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吼，就是讲你赚到的钱，这些资本爱找到出路啊，咱就知影资本爱找到出路。这个我要请教田老师吼，这个资本找出路，敢是必然的代志？一定就要出走吗？迄阵时毋是在譬如讲廖先迄阵时1995年迄阵时，还佫是李总统啊主政的迄阵时，还佫有阶级用人吗？还有借机用人啊？那个时候是必然一定得如此吗？我先说是啊，1980开始，台湾的经济就开始不断的成长啊，也那时候也是2位数字。然后我们看到台湾内部就是这个。物价上涨哈，然后那个环保意识抬头，劳工这个价格上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90年代，我们台商就在除了本身在生产的，就想要寻找全球更低廉的，所以那时候你看到资本就在寻求出路。那正好是1990之后哈，就是大陆开放哈，那很多台商去大陆。那刚刚我那个廖先生所说的，的确台商是一个非常沧桑的历史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当初去大陆是因为成本的考量，那成本的考量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有说第一波的西进，刚开始可能是在东莞、在深圳、在珠三角，后来有所谓第二波西进，就有人就去了那个长三角，不管是吴江啊、昆山啊这些，然后后来有第三波，就是又从沿海被赶到内陆，因为他们沿海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劳工价格上涨，所以你大概从2010年以后，你就看到整个台商在大陆的这个竞争力就开始就是说，成本，因为当初是因为成本去的嘛，现在成本高了，然后最近你就看到这几年，你看到很多台商回来，那很多台商有的是回到台湾自己投资，那有的是到东南亚，好，那基本上你看到这个就是为了要追求更低的成本，然后有限的利润，然后逐水草而居，那大部分的人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奋斗的过程，尤其在中国，即使做大了，因为资本管制，你其实也不容易回来，那少部分的确是有比较做大，但是整个历史我觉得非常符合刚才廖先生说的，就是说其实台商为了台湾的经济，为了自己企业的生存，然后他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竞争之下，他必须不断的移动哈。那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健康、在一个友善的国家里面，你通常会得到比较好的成果。但是你看到中国那种战狼、那种斗争、那种要吃掉你的那种环境啊，所以很多的台商基本上都非常的辛苦。是，廖先生、廖大哥，你来讲起吼，他都要蔡老师也有讲吼，讲台商之间就会来相杀，吼，会计较来竞争，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共产党的统治，迄阵时你就知影，你安怎来应对，安怎过这个时期，敢有趁到钱？初期你敢有趁到钱？应该安尼讲啦吼，因为咱讲咱是大陆，因为伊的用工成本足低嘛，是我讲1/50嘛，所以恁每一工厂起啊大陆啦，一定是扩厂的嘛，对无？我伫台湾一条线，我大陆若无做3条线，我来大陆要创啥？我千里迢迢再来大陆，我一定是扩厂。咱就是干那美国、欧洲的市场尔，你也扩厂，我也扩厂，要袂像啊。
所以最后就变成杀价竞争嘛。所以为什么说当时我咧台湾咧做布，卖啊会啊抢坏人客，到目前一间都没有一家活着的，无甲一间活的啦。哦，总得了。就讲伫这个中间的这个大家竞争，然后这种杀价这种过程中，足惨烈啦，足惨烈。啊，无多啊，我来台湾我就是要扩厂啊，无这人工这小我千里迢迢来这我无扩厂会创，所以形成这种台湾自己人中间的这个凶杀吼，确实是非常严重啦。他昨廖老师啊，讲到一件代志哦，讲吼，如果代志搁来一摆，迄阵时那老的台湾吼，单死。不如吼，这找死不如咱们遮单死，还佫有小可机会。你敢唔同意？我看你有小可点头。其实哦，我当时啦吼，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啦。当时因为迄阵没有人可以建议啦，我是安尼想啦吼。其实如果把咱台湾沿海啦吼，在加工出口成立加工出口区啦，由国家去甲印尼啦，去甲越南去甲供外劳啦吼，比如讲6000块可能请会到啦吼。那6000块请会到的时阵吼，那咱的沿海做一个加工出口区，咱这大商是唔免去中国的，因为安尼时阵 GDP 算伫咱台湾啦，管理人员算咱台湾啦，这外劳可能请几十万、几百万的来外劳来消费伫咱台湾啦。当然，我唔是经济学者啦，我唔知安尼是唔是一个好的方式啦吼，这是我家己安尼想过啦，但是确实咱并无安尼做，借机用人只是一句话尔。他没有施行细则，伊无甲咱讲安怎做，伊来教我讲安怎做，我无一定会去，因为迄时阵我讲实在啦，大家拢认为强匪的这个所在吼，强匪的所在我唔敢。你唔惊啦？哎呦，迄阵北部都嘛咧去啊，对吧？北部听人讲叫你去台调强匪的所在，父母都无爱你去啊，迄时阵无我都爱去，对吧？如果你有一个施行细则，咱家看，哎呀，这个方式会做的，咱可能有一个另外的选择。要去唔去啊？我一个还另说啦，还另说。廖大哥头先讲的，蔡老师，廖大哥讲两个重点，一个是讲，那是在沿海所在，咱台湾的西海岸吼，来做这个出口加工出口区，吼，来复制台湾70年代开始的这种方式，啊，引进外劳，这敢有可行性？啊，第二，改革用人，是毋是干那这4字啊？尔，迄阵时到底有政策上？有啥物即个远见？讲啊，咱这个实际上要安怎做？蔡老师，其实我感觉迄时阵，当时是政府会发出即个改革用人吼，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已经看到中国的问题啊吼。啥物问题呢？第一点就是讲，你若一般技术的这厂商过中国，其实第一经过、第二经过，大家拢过的时阵，你底下是趁无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你若技术较好的这厂商过。你的技术去用头了，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对着政府来讲，伊的目的就是爱改革用人，改革用人就是政府伊袂甲去帮助这些厂商，啊特别去鼓吹这些厂商讲，啊你得爱煞去中国投资，中国足好的，中国是足大的市场，迄是参过去的马政府是真大的无共款的所在啦。所以伫这个情形下，我嘛改革用人，伊毋是讲伊要教你得爱安怎做。已经甲你讲即个真大的即个方向啊，中国有即个问题啊，其实就厂商每一种厂商每一个无共的产业，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拢无共款，所以政府我感觉伊是真歹透过讲定啊足有的即个细节吼，啊去甲你讲，甲厂商得爱安怎做，而且厂商有当时爱家己面对市场的时阵，伊的敏感度伊应该比即个政府较悬。第二点就是讲。你要用真大的这个真济这个外劳来补充到咱台湾这劳工慢慢啊这个变贵的这个情形。对台湾社会来补咧吼。对，这主持人讲的重点就是讲，其实台湾尾啊嘛是有开放真济外劳入来，吼啊，但是你若讲要为着这个真济这个加工的出口啊，或者个产业要继续会当讲继续活落，继续会当讲经营落去，你开放外劳。啊，请问，即个薪水得爱加到啥物程度？因为咱想一个方式的话，是毋是有厂商会甲走过中国？只要有厂商会走过中国，有比价，伊的价效都有可能比你伫台湾用外劳的这厂商较低。
我若算着讲啊，我若爱开放外劳，甲爱互政府管足侪有诶无诶，我甲爱互遮个中间一寡厂商甲抽偌侪钱去，啊，我有那规矩过好啊。所以尾来变成啥物情形？就是伫台湾诶，遮个原来甲要愿意用咱台湾劳工诶遮个厂商，因为你会当开放外劳入来，伊怎用外劳，伊无用咱台湾诶遮个劳工，啊，想要走过嘛是会继续走过。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感觉对着反正当时即个政府像李登辉前总统即个政府，因会感觉讲这后壁反正造成的问题会甲愈大啦。所以当然这是对结果来看啦吼。啊，伫当初是到底是安怎做，我嘛是爱看廖先伊想到当然嘛讲，就伊会当降低伊劳工的成本，对，即个角度来测入。但是对着整个台湾社会的接受的程度，是不是有法度？我嘛这是政治上嘛是爱面对的问题。郑老师，好，那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么多问题哈，我们大概看到说，就是我觉得李总统做得非常好了，借机用人，虽然是我们可以对他有更多的配套。我们先说一下哈，1980年代、1990年代那时候的台商很厉害耶。众多的台商已经非常国际化，提了一个皮箱，不只是东南亚、欧洲、美国，所以它基本上是领先政府的。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管道哈，比如说有开曼群岛、所罗门群岛这些止战的公司，然后也可以经过澳门，也可以经过香港哈。所以我觉得李总统已经非常有远见，不断提醒哈。但是实际上，你不管是透过加工出口局或者引进这个外劳等等哈，其实不足以说服那些那么有战斗力的台商。他要在全球布局。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给日本带来很大的问题，给美国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全世界的。对，所以现在就是看我们再还原到1990年那个背景里面哈，就是美国基本上也对中国非常的友善。那在亚洲扮演雁行理论的头的日本，他也去中国投资。那所以台商不是单独的行为，他是在美国、在日本去中国开拓里面，它夹在里面。那有些是合法，有些是不合法的哈。所以而且哈，最初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享受到一些好处。你这样过去的时候，的确就是你在台湾聘一个人，在大陆可以聘个几十个人，所以早先是有享受到一些好处。但是中国是很难对付的，它的用心是非常复杂、非常险恶的哈。那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苦果了哈，就是说像这个廖大哥帮我们做一些启示哈，让我们就知道学到了一些教训。可是你现在看到全球都在学教训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政府学教训，日本现在紧张的要死美国现在更紧张的要死。所以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1990年代，我们对民主政治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们低估了专制集权的政府他可能是做大了之后，他不会往民主的路上走，他是转一个更侵略性的路上走。好，所以就是说，从小到台商，大到我们这些台湾或者全球的布局都有受到影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判断，所以我还是肯定说李总统是不错的，但是真的要那么有远见是不太容易老师他讲的哈，老师他讲的意思，那是全世界的潮流哈，你也是潮流当中的一尾鱼，收爱收到中国。但迄阵时你个人讲起95年去到遐。差不多有几年的时间，你感觉袂歹，有赚到钱。对，几年开始了后，你感觉不对了，差不多当时。应该你讲啦你台商去到大陆，你讲有这样班机无？其实无这样班机，安讲啥？你用的工人俗你的对手用的工人嘛是俗啊。所以你讲你若得到是竞倒的竞争尔嘛你讲当时较好其实中国那90几年入去中国。无好，伊经济还是非常差。就虽然讲，伫咱台商，因为咱台商是带技术，搁带人客入去嘛，咱是直接加工了，来了加工，直接加工就出口嘛。所以咱台湾有咱台湾家己的一个圈子的体系伫，咱家己体系伫啦台商是袂歹，因为那个时候讲嘛那个报价还有空间嘛。但是直到因为这物件足简单啦这无什么技术嘛，所以大陆人无几年就给你学去啊。所以讲，而且呢，因到2000年了嘛，因进入 WTO 了中国才开始经济起飞啦。因为迄阵因所有物件让卖啊全世界嘛，因 WTO 加入去嘛。美国是为了要什么？他是要亲中
来那个和平演变，就伊主要是要演变中国来对付的俄罗斯嘛，对付苏联嘛。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的倾向，上好的弄给你嘛，你什么物件卖到我家来，我弄给你卖嘛。所以他们是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所以说，迄个时阵，中国才开始。所以你感觉是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你感觉不对啊？2000年了，生意开始好起来。哦，生意开始好起来。啊，你讲当时开始歹去啦，真正我讲真的啦哈，讲其实有时候足侪敏感的话题，我是较无啥爱讲啦，因为即摆已经迄边已经甲我定掉啦。2012年了，慢慢开始降下降，因为2012年习近平上台了。这人伊没有世界观啦吼，伊无拍算要甲世界融合嘛。你也看得出来，目前习近平跟世界、甲世界这个对立的态度嘛，一开始伊就是徛在这个立场咧做行会嘛。所以为什么2012年一上台了，迄个时候中国是处于一个非常积极向上，大概是安尼对明天充满了希望。迷迷唧唧，无所不及啊！虽然阴茎散，但是因认为明天会更好。因为生活内底是充满了希望，但是迄时因的钱啊，还不是算很有钱哦。但是因全国的人处于那种我这中国要兴起了，要崛起了这样哈。但是结果10年来就发现讲哇，又回到文革期啊。所以迄时你就开始感觉很多东西开始慢慢在现出原形哈。他所有伊在为着要甲世界做生意，为着伊的国内的财政的状况，他所伪装的那一套吼，慢慢跳破。了个你讲的，你2012年开始无趁钱，还是讲进前，还是了后，你家己工厂？我工厂其实上，我要转来进前吼，我今年4月才转来啦。是，我转来进前，我工厂也够有趁钱啦。还有趁钱啊！但是我不爱做啊，我不爱做啊。但这说这个每一个人经营不一样了哈，这个袂使无法度讲一概而论啦。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的差啦。你既然工厂还有趁钱，加减趁、猛趁，嘛好啊，现在要转。好，这就是看一下就，去年开始停电啦。停电，伊是看伊停就给你停咧，一礼拜停3天、停4天，唔知影啦。伊透早一通电话来，今日停电吼，停电。我接电话是爱有交期的呢。伊无咧管你在工厂伊的死活。我去年就开始决定要转来了，但是一直拖，我就你讲的嘛吼，人就是蒙蛋人加减法做嘛，对吧？因为我嘛做伙啊。记到今年3月24号，伊上海封城了。我才感觉这个国家已经无救了。安怎讲无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火车头，伊刚甲上海封起来，你经济已经歹到这个程度啊呢，你佫甲上海封起来，这个会死人呢。咱先来讲你感受你一般的民生的生活，头咱头一个就是讲这个烂尾楼吼。除了这个现象以外，是安怎歹？是中国的经济。中国遐个系统性崩坏啦。因为我讲一个贪污的国家，什么拢做袂好啦。每一个代志要推行进程，其实钱拢可能贪污了。所以我讲，我问你啦，房地产啦，这几年房地产起来是100倍啦，结果卖土地的地方政府欠者几个100万亿啦，买厝的人民贷款嘛是欠几个100万亿啦，建设公司什么恒大啦，欠2万亿啦。整个周围的建设公司加起来，我头100万亿啦，就100万条的。你讲银行有趁钱无？4大银行加起来负债80万条啦。我问你啦，钱走倒去？一个国家安尼发展到这么多了吼，从头到尾拢咧欠钱，钱是走倒去？是啊，老师，这钱是走倒去。钱走倒去，可能有人看会到，有人看袂到的啦。我已经说出去。我一个是说出去，一个就是讲，你的钱拢投资伫迄个无法度摕过咱中国即个生产力的即个活动顶悬嘛。系啊，你拢摕去炒地皮啊，所以即个厝的价销做好的，即个土地价销做好的，但是你到流动性变差。你伫上尾期，你嘛无法度甲遮
规个甲这个土地所赚到的这个钱，啊，甲当成讲，互规个中国的经济变了较好的这个动力啊。啊，当你伫外口咧周转的时阵出问题时，拄仔主持人讲到讲，你这个市场这个金融的流动性若变歹，我咧周转的时阵，若愈来愈这个慢的时阵，我的这个现金无都洗出来，我当然我就开始出现着拄则讲着讲这个烂尾楼这个情形就会走出来了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拄则我感觉这个廖先有讲到吼，伊伫中国内底观察，我感觉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吼，就是过去大家拢一直讲，中国的经济那想甲维持了袂歹，但是伊伫这个中国的市场内底第一线的这个观察就是讲，中国整个内底社会对伊拄则这个讲法内底，我感觉是真乱啦。吼，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若开始乱，伊的消费就会降低啦。你的消费若降低，你这个家己国内这个市场吼，就会愈来愈歹。啊，你若国内市场愈来愈歹，你拄着这个地方政府也好，地方政府是对这个住伫地方这人民是上紧的嘛。啊，到有去买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人民也好，因受到的冲击吼，拢会愈来愈大啦。所以若对伊拄则的即个讲法来讲，我感觉中国本身吼，对着外国的部分，咱伫节目内底大家已经讨论过6件啦吼，就是讲遮个世界、遮个先进的国家对着中国是风险是愈来愈悬吼，所以咱有真侪供应链已经开始咧转移啊。啊，你若讲伫国内伊甲遮尔乱吼，中国的经济吼会歹啊，像拄则主持人一开始讲的讲，世界银行的报告内底讲着吼。经济成长率会低啊，比3%加低。我嘛，这对拄则廖先的讲法内底，应该是一个真可能性。郑老师，刚刚廖大哥有谈到哈，现在尤其你常常你定定出入哈中国哈，就说就差不多80摆左右哈，你会观察这个变化到当为止，尤其是这2、3年的这个清零政策。到底这个民生方面的变化，以及消费市场的变化，消费市场的变化，非常糟哈！刚才不管是这个廖先生，还有我们的那个蔡老师，都讲到重点哈。我想这样就是刚刚廖先生特别讲到，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个经济急转直下嘛。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更早，2008左右看到他公布什么新劳动法了。然后他举办奥运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大转变。那这几年就更糟，那刚刚讲到消费之前也提到，刚才蔡老师所说的，就是说他的钱到哪里去了？好，你就看到中国好像是第2大经济体，可是你看到李克强在去年说，全中国有6亿以上，6亿到8亿的人，月所得只有1000人民币，就月所得只有台币的5、6千。那它的经济发展去哪里了？好，所以你看到中国现在最显眼的是什么？它的武器不断增加，它的海军力量现在已经全世界，所以军事上不断的投资，面子工程，啊，最明显就“一带一路”，它已经投了几兆，它自己国内没有钱，人民很穷困，然后再来就是大学也是哦，我们这几年大学排名一直降哈，你知道吗？就是几年前哈，中国投在清华大学1年的费用是台湾一整个高校170几个高校的费用，就是超过1000亿。大学安尼拼，这个叫做面子工程哈，它面子工程。那回来就是说老百姓没有被照顾，你看6亿8亿的人就1000，那我们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是什么？是消费哎。美国占 GDP 的78%，台湾消费占70%，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30几%，就表示说人民很穷。那在这种这个动态清零风控之下，人们本来就已经很穷，那现在产业又没办法发展，那消费市场也低迷，所以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悲观。然后过去撑起来的房地产，房地产撑到 GDP 的30%，这全世界没有这么高的数字。那现在房地产不行了，然后人们的那个消费也不行了，活动力不行，产业也不太行，所以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悲观。是，咱讲到这个类似。这个中国内面的类似的这个市场，看起来是真多啦，14亿啊，啊，一个人1000块，操作哈，人民币操作，这是要安怎过日子？敢有可能人1000块的操作然后过日子？李克强是安尼讲啦，伊是讲6亿个人吼，收入头1000块啦，9.5亿个人收入是2000块以内啦吼。国语这个唔上大的问题哦，伊是无医疗保险的哦。中国人是安那，因的生活这么痛苦是安那，因唔敢破病。
而且因的病院是创收，你知无？因的病院是创啥子？趁钱的，因为因是国家用来趁钱的，那还对指标性的嘛。企业哈，企业一是趁钱啊。所以你若亲戚破，你生一个大病，你病院差不多要破产。会甲恁兜的人过来问，恁是做啥？恁兜咧做啥？恁规个兄弟姊妹，伊要甲你了解看，你大偌济钱哦？你若讲恁兜就有钱哦，一定给你钱学个了，迄讲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啊，因老母入送你叫 ICU 入去，21天开75万人民币。生什么病？嘛是无，就跟他感染尔，都唔知安怎感染尔。但是伊安尼跟问咋，伊讲，你老母救危险哦，但是有1%的机会可以救回来，你们要不要救？我问你，敢讲不救？人所以讲，因的病院吼，他在跟你玩诈骗术这套，你知影无？伊就讲，恁当然有一个人破病吼，啊多好，哈哈，你自己送来的，你们全家一定给你榨干，收入很足低对吧？又没有任何生活保障，你讲中国人要来活，所以讲，咱台湾人唔知影中国人的苦闷呐。咱讲，哎呀，人家高楼大厦足好的嘛吼。中国人生活在苦闷在这种所谓但了解，咱嘛常常看讲真侪小粉红来甲咱落在网络顶头，啊，这是这小粉红拢中国最底层的人。你要了解中国唔是无巧人，中国很多是看白的人，这款人拢。闭嘴啊！因为伊知影讲，像我伫大寮，我因为这种代志，我叫人掠，买互掠啦，人叫去啉茶啉4摆啦，我好去轰几摆。阮只是组成一个所谓的微信群，大家讨论讲，哎呀，中国爱安怎较好吼？啊，这共匪啊，这个多一个代志做无好，啊，伊倒一个政策是为着伊的政权的延续，并不是为着人民的权利。但是阮台湾哦，阮是民主国家，阮每一条。法律拢是为着人民啊！阮只是咧讲这尔吼，我用叫啉茶4摆，轰几啊，轰，这个呀，微信。你网络顶头叫人监视着。是在网络上是透明的啦，是透明的。所以讲，其实中国人唔是唔捌，你看迄小粉红迄种叫洗自幼稚洗脑洗到大汉，啊，迄种中国上低最底层的人，真正有哪有讲，伊有本事去趁钱，伊袂去做小粉红啊？你知无？因为中国人足爱钱的。中国人是为了怕趁钱可以拼命的人，为什么伊就为了趁钱爱拼命？因为伊无保障嘛。咱民主国家是那基本的生存权，政府是给咱保障的嘛，对吧？我看病免钱嘛，我失业我有失业保险嘛。所以说民主国家是基本的生存权，国家给你保障啦。中国无啊，中国所谓基本生存权你要家己保障啊，所以大家都偏不趁钱咋？我无存钱袂使啊，我袂怕生不起病啊，所以把中国人的人性吼压迫到变成说伊无现实袂使的，伊要来跟你讲情怀，我问你，他怎么跟你讲情怀？我明仔破病，我就是破袂起，我是要跟你讲情怀，是吧？这个是人性嘛。咱是台湾是过了温饱阶段的国家，所以我们做事有情怀，咱不是跟他为着钱，咱有很多事情，我今日等来大家还讲，我嘛是为了情怀，无为了啥，我无怕人听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情怀，但是共产国家只有一条路，生存。所以咱慢慢了解。咱今日来讲这个代志吼，主要是咱是要讨论讲中国的经济，以及个体制对着全球，包括着台湾，尤其台湾要安怎解套啦，要安怎食什么药啊，通好来解封啦。要先请教蔡老师吼，咱知影，其实咱台湾虽然经过，咱拢知，吼，像廖先生也知，但是咱即马甲中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额度还佫真悬。咱一年伊做咱足侪生意啊，吼，我看这个数字讲是3283美元呢。吼，中国是台湾上大的出口市场呢，啊，这是安怎一回事？咱敢有可能来解套？我嘛中国是咱台湾真上大的这个出口市场，这其实一点仔拢无意外啦吼。无意外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啦，啊，世界这个大型厂商，逐个的厂拢设伫中国。啊，咱这个台湾所生产的这个产品真侪是需要爱甲加工的，
所谓的这个中间材啦吼。所以伫遮物件，因若一定爱到中国去做上尾啊，这个。就是咱讲爱甲伊装好，啊，规个甲做好，才会当出口去美国、去欧洲的市场。咱生产这中间材、这厂商上尾啊，一定是爱甲这产品送去即间世界的工厂，中国靠法度甲出口。所以这毋是讲咱依赖着中国的市场，毋是讲中国的市场真大，是大家过去拢是看到中国真低即个生产成本，大家大厂商规个拢设厂设伫遐。咱大家观众朋友会当来好好啊甲看吼，我会当有笑就是讲，伫即波规个供应链开始咧移转，移对一寡势转来咱台湾，一寡势对越南，一寡势对即个印度去。未来咱台湾的出口绝对是往东南亚、往南亚这国家去，绝对袂甲继续往中国去。往中国去，今仔日若是咱甲所谓的这物件吼，拢是卖互真正。中国内底中国人民，当然这咱爱烦恼。但是中国人民因是毋是有能力会当买起着咱台湾所生产的这些物件？这无一定。中国人民因有法度买，因嘛是买美国这些物件。咱若大家这个观众朋友还会记哩吼，台湾过去嘛有一间做手机啊真厉害的公司，过去嘛是讲想要讲。借着这个 X 法会当行入去中国的市场，结果伊命无行入去中国的市场，伊甲离开着世界的市场，即马已经毋知对对去啊。吼，虽然伊可能有这个生产着小可量的这手机啊，但是伫市场的接受度来讲，已经无人咧买这支手机啊，真少啦。所以咱会当对这来观察，就是讲台湾因咱主要的这个出口拢是依赖着咱这电子厂商。咱有一寡做鞋啊、做衫的这厂商，其实拢早期就已经刷对中国、刷对越南、刷对印度去，一寡大厂商嘛拢已经伫遐咧设厂啊。伫咱台湾会甲继续出口，咱会当甲倒转来想，有法度甲伫咱台湾生存，会当伫台湾继续生产的，这因的利润其实拢是继续悬的。因若有法度伫台湾用遮贵的这劳工，这咱台湾毕业的这学生啊。因的利润一定继续悬的，因的利润继续悬的，代表因的物件的技术能力继续好的。因的技术能力若继续好的，因会当出口去中国。因卖绝对毋是中国市场啦，因卖是全世界，是拄啊好规个全世界这重要的这品牌，规个拢设伫这上尾的工厂吼，拢设伫中国，对中国来出口，才会有这问题嘛。无是安怎这个美国过去的这个前总统这个 Trump 会对着中国去。扣遐悬的关税，就是因为足济的产品拢是对中国出来，所以伊直接去对中国扣关税，对中国来讲是上。所以老师，咱这个上大的贸易的顺差国，吼，以及到台湾吼是最大的这个中国是咱台湾的最大的出口国，这内面其实阁真侪眉眉角角，无一定讲到是讲咱的经济以外伊安尼真严，是这个意思吗？是，无毋对。对，因为你若要讲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讲我拄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只要这重要的品牌厂商因开始刷以后，咱会当看到咱台湾有足侪厂商拢已经去印度咧设厂啊嘛。其实足侪做鞋的厂商已经拢伫越南，做衫的嘛拢一定伫越南嘛。过去是因为讲想着讲会当借着这个所谓的 CP， 对，因会当过遐生产，所以当这厂商若拢刷过遐的时阵。台湾这生产这中间材的这厂商，哪有可能甲继续卖去中国去？卖去你要互送去装？你要卖互华为吗？你要卖互这小米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根本甲你买袂起。嘿，所以重要就是讲，因为伊世界工厂的关系，这是整个这嘛会当讲起来较硬气，就是讲这是过去我感觉是咱台商甲规个中国市场甲带起来。因为咱台商过吼开始因为。语言我都相通嘛，所以套着台商去训练着中国这个劳工，或者劳工的能力慢慢提悬以后，因就会当继续来生产较好的物件。所以一开始是训练着劳工，尾啊变成帮中国训练厂商，变成红色供应链的这个问题。问题才会愈来愈大。但是我感觉伫即马最近这几天咱嘛会当看到新闻，就是讲美国是毋是要求这个韩国的厂商。
讲你用的这个中间材是毋是是中国来的？检查。中国是毋是就直接把这个国名也无爱甲改成中华民国，直接改成台湾？吼，去证明着讲这个物件绝对毋是对中国来的。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美国人吼，还是讲美国政府吼，一个足坚定的一个要求，因的信念就是讲，因绝对要离开中国，无因袂做啊遮彻底。是郑老师，他都要讲到这个世界工厂吼，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件代志是毋是慢慢啊已经咧消解去，还是讲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世界工厂？哦，是的哈，从前过去30年，或者至少过去20几年，中国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那时候前面几年它平均有时候到2位数字或者8%、9%，但是这几年急剧摔下来哈，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哈。那我觉得我们在台商怎么样，我们台湾怎么面对这个危险的邻居哈，巨大的威胁。我个人就是除了蔡老师刚刚提的，我还补充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庞佩欧哈，这个前国务卿特别讲到，我们可能要区分这个中共跟中国，我们对共产党事实上是非常的不信赖，但是我们尽可能还是跟中国广大的人民保持一个友善的关系。那接下来就是说，虽然经过这几年中国增长得很快，但是我们台湾很多东西还是非常有竞争力，不管是半导体哈，不管是电动车，甚至 AI 啊，或者智能的很多医疗之类的。所以你看到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哈，我们这几年其实虽然两岸紧张，但是我们的贸易数字还是非常高，我们还是他们最大的这个顺差国哈。那这一点我们当然还是要不断的强调，因为台湾的确是很令人钦佩哈，我们自己就是不断的进步，这要凸显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廖大哥一直在讲哈，就是现在看起来两岸很紧张，中美也很紧张，那问题出在习近平。那我们应该说，中国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过去30年有些东西做对了，所以它经济才会好。那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里面啊，或者政治阶层里面有一些聪明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些聪明人哈，这些开明的人能够牵制习近平，就不要往战争或冲突的方向走。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哈，都是分工合作，大家可以共享共利。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切，那我们台商还是继续有自己的利基，那他们也能赚呢，我们大家还是共荣共存。所以我想就是往开明、往这个自由、往这个高档的方向去走，我们希望能走到这个方向。这我来问廖先生哈，这件代志敢是甲习近平甲换落来，中国就样改变？还是像郑老师讲，伊其他边啊，还佫有牛人，头壳有清楚的人，会当甲中国的方向小可转过来，敢有可能？我先甲拄着这个，咱台湾好像看个依赖中国这个贸易这些，我很想再讲一下啦哈。是，咱卖遐侪物件去中国啦，你中国商场敢有看到台湾的物件？真罕。无嘛，根本就无嘛。你在中国商场是看不到台湾的东西的哈。统一康师傅那不算，迄是中国生产的，根本就无进口嘛。咱进口什么物件？那进口零件、芯片砖嘛。所以呢，庞佩奥这个来一样的讲。希望咱台湾南向嘛，咱台商去南向。咱我讲啦，你讲什么富士康啦，哈，这个广达啦，因遮人啦，什么光宝啦、人保遮，那拢去中南东南亚，咱根本都甲中国就无什么贸易啊嘛，因为咱这些原料在零件是跟着台商走的，所以咱依赖中国经济，这是一个假伪命题，这不是事实，因为是咱家己台商伫中国。卖咱的原料去加工出口，所以讲中国外贸创造外汇前10间公司，台湾占7间，迄拢是咱。你若讲全部加在台湾人，所有台湾的那个哈，在前100大里面应该占1半以上。也就是说，向伊来想，这个还说不清楚哦。所以有时候伊敢去甲澳洲冻掉，伊唔敢冻台湾。冻台湾，你的啥？你外汇就无去啊，伊是摕咱的物件去加工，所以台湾人唔免这么烦恼讲咱依赖中国这个问题，迄是一个上下游整合的问题。啊，所以讲这个东西并不啊，你讲习近平这代志啦吼，当然习近平是红2代啊，伊是无读册的人，这唔是讲我个污蔑吼，因为伊国好伊就开始下乡嘛，伊的人生是伫斗争中出来啊，伊无读过册，所以。他的人生中只有斗争这个印象，
因为伊没有文明的底蕴，所以他没有文明的选择。这个我应该能理解嘛？我生过来都无这个文明的选项啊，我都无这物件，我重要是我哪有这种选项？所以只有选择什么，继续走文革这条路。哎呦，毛泽东迄个时阵呢，要死3000多万人，大家嘛佫遮乖，佫遮听话。啊，我为什么要让你们中国的这么富裕？啊，或者给你让你们回复到文革，安尼乖乖安尼就好啊。这就是因为一介人的脑袋里只有这些东西而已，他只能拿出这些东西来。所以讲，一起红二代，所以他才会当那个当。咱假设讲刚换起来，啊，中国体制就改变嘛。我也在讲啊，团派专人，比如说李克强看到嘛是北大高材生呢，就是说我不是说推崇李克强哦，我没有推崇，我说，毕竟这些人哦，因是平民出身的啊。一旦行到这个程度，一定是有读册嘛，真正是真的是高材生才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嘛。啊，我李克强一个平民凭什么做到这个？所以你也看李克强的恭维，我们才可以接受。你看文明，你看哎呦，他这个做法比较合乎那现代人真正经济的规律嘛。所以李克强起码一直不愿意清零啊。廖先生，你的意思是讲，那如果中国的领导者那换人，可能还有机会。会较好一寡。但是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没改变，还是为了他的党能够生存、能够执政。中国人也共产党，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的共产党会当继续执政。啊，至于你人民呢，是过赚3000块，赚1000块、赚500块，跟伊无关系。因为怎样讲，你中国人愈散哦，愈互我越容易让我管。所以现在不是讲商鞅的什么育民武术。疲民弱民啊，什么贱民辱民啊，哇靠！这款物件，我跟你讲啦，共产党哦，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咱台湾人可能都唔捌听过这物件吼，这我嘛是从大陆听到的啦。是，人家什么都不研究啊，一直讲研究欺负你人民啊，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我一直要反共？就我感觉人袂使安尼听无吼，人袂使安尼吼。你嘛人，我嘛人啊，你是安尼甲人民欺负到这种程度？你什么拢唔捌？你刚来讲研究要哪控制在人民，你我感觉足该 low 就对了。我觉得是个很 low 的行为。而且然后两位啊老师来讲解，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讲其实廖先生他讲，其实像依外下人还佫无一定哦。吼，这个依准度啊，包括着咱甲这个数字的内面的内容，其实咱台湾无一定爱家己行家己。蔡老师，你安怎看？我非常认同啊，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就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假的命题啦吼。因为事实上就是讲，我拄则已经讲过啊。今仔日咱台湾的厂商有法对咱台湾出口去的物件，这物件拢是科技产品，拢是这半导体这物件。这物件其实大家观众朋友若有印象的话，伫去年、伫前年，其实足侪即个外国的厂商拢咧甲台湾的厂商掠晶片。掠即个晶片，因对咱的需求遮悬，这物件会甲送对中国去，敢是送去予中国的厂商？毋是，是送去予伫中国的这外国厂商，甲去甲装的以后，装伫车轮、装伫手机内底，甲出口去世界各国，互世界各国的这个消费者来消费。所以我嘛伫这个贸易方面吼，其实过去以来吼。包含着过去的政府嘛，捌我用恐吓这两个字吼，恐吓着咱台湾人民讲，其实咱即马吼，咱台湾对着中国的依赖真深吼。其实若真正依赖遐深，咱嘛捌看过中国人，还是讲中国政府也好，还是中国共产党也好，对着咱台湾来制裁，因较选的嘛是选往来，选沙巴鱼，农产品，选石斑，伊较选着选这物件，因啥都无爱选晶片。好，所以其实你若要讲到依赖，你若讲到一寡农产品，确实有影，就是讲咱台湾有真侪过去柳丁也好，吼啊，像即个往来，像即个石桥往来，这其实过去拢是专门拢出口去中国，所以只要中国政府甲你一个缩起来，你规个台湾人就跳起来，对无？但是你伫这晶片这部分，其实是咱台湾的优势，咱有法度做出遮好的物件，所以我嘛伫贸易的依赖的部分。这会当讲是假议题，嘛会当讲是中国要套着这种假的数字。你若去看数字，当然是对的。台湾出口这个数字对，但是出口的那像这个主持人拄则讲的，讲内底其实咩咩角角足济，
你若看迄个表面的这个数字，其实你可能会对着台湾参中国。对啊，你会看到中国参台湾这个贸易的关系，你反正是误解。小几分钟，请郑老师。哦，好，刚蔡老师说的不错啊，贸易之间是相互依存，而不是说我们只靠中国，中国也靠我们。那现在刚那个，我们的廖大哥有提到哈，就共产党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落后的意识形态，残忍的意识形态哈。那你大家都看到文明的未来是指向自由、民主、人权，好，那我们看到哈，共产党过去之所以有这种正当性，是因为它经济快速增长，领先全世界。现在看到经济全部倒转哈，我们希望将来共产党能够被换掉啊，被换掉，因为全世界就只有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大的在作恶哈。那我们希望美国能跟台湾同心协力遏止住它，然后也希望大陆里面有一些开明的人哈，能够起来替代它哈，不管是李克强或其他或非共产党，那这样对整个世界，对我们台湾都是光明一片。哦，好。